古迹丛谈，张庭燕选著。随便谈谈。人到了夏天，总说是冬天好；到了冬天，又说是夏天好。天太干了，就盼望下雨；雨太多了，又盼望晴天。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心理，对于现状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人的希望心不可太大了，太大了便不容易满足，反要觉得痛苦。那些随遇而安的人，他并不想得到什么大幸福，倒可以平平安安的快乐一辈子。人看天下的事太认真了，自然不好；看天下的事太虚假了，也是一样的不好。最合宜的是，明知道是一出戏，也拿它当真的去做就得了。人生在世，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。文话说，人生如朝露；俗语说，今日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。人生的意义，据我说，和过桥一样，自幼年至壮年，好比上桥；自壮年至老年，好比下桥。上下的时间都假定30年，上桥的所差无多，下桥的就大不相同了。有10年下桥的，有20年、30年下桥的。至于那少壮身亡的，好像是刚一上桥就一跤跌倒似的啊。退一步想，在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别人一到晚上是纳凉的纳凉，谈天的谈天，唯独我们当新闻记者的，无论如何热法，还得提笔写字，忙得头晕眼花，心里未尝不自叹命苦。但是一出馆门，见印报处已经开机，许多印刷的工人都聚在电火之下，手忙脚乱，满脸是汗，也没工夫去擦。然后退一步想，觉得我在这时可以趁着一路的凉风回家去安然睡觉，还不算苦。如今天气又很冷了，这几天寒暑表已降到华氏30度以下，每天夜里出馆，冷风迎面刮来，好像是刀刺。这个时候心里又自叹命苦，但是看见车夫穿着薄衣服，冻得发抖，还得鼓着勇气拉着车子奔走。然后退一步想，觉得我穿着厚衣服安然坐在车上，可以避风取暖，还不算苦。我因此推想，无论何人，如果能退一步想，便觉没有怨天恨人，贪得无厌种种的烦恼。可惜现在的人，大概没有一个肯做退一步想的，天下焉得太平？静而后能安。我昨天和一位朋友谈天，他是讲究修养身体的，劝我养静。他说，最好每天能静坐几小时，心神宁静，万虑皆空，一处是一言难尽。我对这话也很表同感。但静坐这件事，说着容易，行着难。就我个人说，无论何时，总得有件事情做，心思到可以专一，或正经事，或游戏事都行。如果无事可做，一人独坐时，便有许多的念头都来了，一会儿烦恼，一会儿忧愁，心神格外的纷扰，思想格外的复杂。表面是静坐，心里并不能静，精神上反觉痛苦。这总是我一则没涵养，二则是环境太坏的缘故。但推想到别人，只怕也是能静坐的少，不能静坐的多吧。人情如此，国情也未尝不如此。请看这10几年民国的时局，原先是年年有变动，后来是月月有变动，到如今是3天一小动，5天一大动，甚至于无时不动，无处不动，既不能定，又不能静，欲求其安，岂不难哉？暑往寒来，今年入冬以来的天气，要算昨天最冷。天气一冷，行路的人就显得减去几分勇气，不但是衣不遮体的穷人冻得拱肩缩背，就是穿着皮袍斗篷的阔人，也要把他的尊头用衣领遮住，免受风寒。有大热必有大冷，这也是天时之常，
不过比较起来，天热是平等主义，天冷显分阶级。在夏天，穷人倒容易度日，阔人就是开电扇、吃冰激凌，也是一样的觉得热。在冬天，有钱的人在家里生电炉，出门穿狐裘、坐汽车，哪里受得到冷呢？穷人可就大不相同了，白天夜里总得和西北风苦战，战得过，算是又挨过一年；战不过，只好在生死簿上添上一名冻死鬼吧。但是穿破衣服的穷人也有好处，夜静更深，在马路上随便往来，心里是坦坦然然的，不用害怕。若是穿狐裘、坐汽车的阔人，得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因为绑票抢劫的豪客不定哪一时就要光顾，一到夜里连路都不敢走，这也是阔人的美中不足啊。安身乐业。昨天本报登在某总司令提案全文所说的话十分彻底。居首要地位的人物发表一篇议论，当然与时局有密切的关系，其中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叫人民安身乐业。这4个字原先也常有人说，但好像是平淡无奇，因为说话的或是位卑言高，毫无影响，或是虚应故事，无补空谈，所以直到今日之下，这句话简直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。试看目下的中国情形，哪一处可以安身，哪路人可以乐业？身不能安，业不能乐，国家如何能定呢？况且还有只知有自己，不讲国利民福，专讲破坏的人，无处不想破坏，无时不想破坏，既以破坏为能，人民的身如何能安，业如何能乐呢？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注重民生，倘然永远不能安身，永远不许乐业，那便成了民死主义了。唯其如此，某总司令此次提案才郑重声明这4个字，真是仁者之言，深望大家一致努力，使这句话早见诸事实就得了。